你怎么演女生演那么好啊？錯，我是演男生演得好。喂，就你們這樣還以戲抵債啊？你們演的什麼東西啊？誰肯花那幾個大洋去看你們演戲？讓我教教你們怎麼演戲啊！演戲呢是這樣子的，首先呢要把自己的心完全忘記，藏住自己的心，這樣呢才可以讓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。演瘋子就要像個瘋子，如果演個婊子呢，就要像個婊子。如果你們不懂的話呢，你們就去窑子看看，看看那些妓女啊是怎麼拉客的。如果要是演一個殺豬的，就哈哈哈；要是演一個思緒錯亂的瘋子的話呢，你就我的兒啊，你怎麼還不回來啊？你這個騙子，我告訴你，我的兒子只有5歲，你不是我兒子。風吹啊，吹啊，快點兒把我的兒子吹回來吧。懂了嗎？懂了嗎？唉，演得真像啊。你是怎麼懂得接吻的？因為我是從15樂坊出來的。哎，快，來，您的面。我跟你說啊，這兒的清湯牛肉麵是鎮上最有名的，保證你吃完了以後還想再吃一碗。是嗎？快嘗嘗。怎麼樣？這個麵的味道嘛，好吃的不得了。我就說你會喜歡的。謝謝你今天給我提了這麼多寶貴的意見，而且還讓我欣賞到了你靈活多變、真真假假分不清的精湛演技。哎，對了，我還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呢。我叫六六，六六大順，六六無窮的六六。六六，這個名字挺有意思。我叫小齊。我之前聽人說過，所以我知道。不過我有一個小小的好奇，你是不是敗家子啊？我當然不是了，我告訴你，我還就最看不起那些靠着家裡的人。喲，那就是我看走眼了唄。有志氣，來，乾。謝謝。我還有一個小小的好奇，你長得這麼高大，怎麼叫小齊呢？應該叫大齊才對吧？要不然咱們起一個比較好記的名字吧，不如你就叫七七怎麼樣？七？對啊，第一呢，七跟齊這個字發音差不多；第二呢，這個七呢又好記又好讀；第三呢，因為我叫六六，你是七七，多好的搭配啊！行，聽你的，那我以後就叫七七了。七七六六七七六六，你看多順口啊！來。啊，怎麼下雨了？那我們趕緊結賬走人吧。哦。哎，怎麼了？我沒帶錢。你剛剛出來的時候沒找他們支賬啊？我一高興就給忘了。虧你還說要請我吃麵呢。那，你帶錢了吧？我沒有啊，那怎麼辦？笨蛋，這也不知道。跑！喂，快跑！還沒給錢呢！快，還沒給錢呢！
哇，好大的雨啊！赶紧跑啊！喂，那边有个亭子。不。哇！你呀，没钱就別衝闊少爺請客。還有，你跑的實在是太慢了，差點被麵店老闆逮到。你還說呢？誰讓你跑那麼快，我還沒反應過來你就走了。我跟你說啊，我從小到大還是頭一次吃飯不付錢。那感覺怎麼樣啊？其實挺好玩的。哎，你是豬頭啊？外面那麼大雨，快點，快進來。哦，你看你滿臉都是泥水。我還是覺得不安。我改天啊會把面錢雙倍的還給老闆，再向他道個歉。你是認真的嗎？有什麼問題嗎？沒什麼，我只是覺得原來你還是個老好人啊。哎，我向你聲明啊，我是個好人，但是請你把那個老字去掉，其實我還很年輕。我看你說話還挺幽默的。哎呀，時候不早了，我該回去了。啊，對了，我也要回去了。你家住哪兒？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不方便的。要不然我再去秋風劇社找你們，看你們演文明戲。那好，一言為定。一言為定。那我走了。好，再見。再見，六六。啊。哎，六六。啊，把這個拿着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再見。六六，記得到秋風劇社來找我啊。好，我一定會去的。路上小心啊。走了。再見。哎，哎，給我打！給我打！不要！不要打！別打了！都不打！不要打！到底什麼時候還清這邊的租金？再不還，我讓你們現在馬上給我滾蛋！金老闆，你再寬限我們幾天，再過2天，就要上人給我們劇社投資了。不要！都給我住手！這位，這是金老闆吧？是。我是櫻花歌舞廳的老闆，木村竹也。初到貴地做一點小生意，我們的日本統領非常喜歡西洋的文明戲。哦，3個月以後是他的大壽。我呢，非常的欣賞這幾個有志氣的年輕人。我已經答應了他們，包他們3個月的場，讓他們拍出一個新的劇目，向我們的統領祝壽。至於他們欠你的錢嘛，我會親自派人送到你的府上雙倍的奉還。好，我就再給他們3天時間。日本人還不敢亂來。3天就3天，走，去。嚇死我了！哎，你行啊你！臭小子，你什麼時候演技變得那麼好了？對啊，因為啊，我遇到了愛情。我去你的愛情！加點糖或者是奶吧。你帶我來喝咖啡，不就是說我無精打采，要我提神嗎？這杯純咖啡才適合現在的我，不是嗎？苦嗎？不苦。哦，對了，我去過15月房了，老闆娘說六六沒有回去，我已經安排了人在那守着，只要他一出現，馬上就會有人回來通報的。
那个丫头鬼精鬼精的，她是故意在爹的面前整我，她才不会那么容易让你们找到呢。爹不喜欢我，这在周家和信和堂都是公開的秘密。我是想，等田琪回來以後，大學畢業了，我會手把手的教他打理信和堂。等一切上了軌道之後，我就放心了，我會離開信和堂的。離開信和堂？你要去哪兒？天下之大，總有我的容身之處吧。就算天底下的人都遺棄我，至少還有一個人不會的。永成，只要永成回來，我就多了一份支持的力量。他一定不會讓我一個人的。永成少爺還在天津嗎？還是每天都給你寫信？他最近可能比較忙，我給他寫10封信，他才給我回1封。這麼多年來，他一直在為戴家的事業奔波着，真的很辛苦。永成少爺這樣做是對的，他們家兄弟多，他排行老9，前面還有8個兄弟，要是不努力的話，就很難出頭了。更何況男兒本應志在四方，要是死守一時一地的話，就很難被人看中，更難有出頭的機會了。夫人，您怎麼在這兒啊？你在幹什麼？我在洗衣服晾衣服啊。你是崇山的女兒，來我們家是做客的，這些下人做的活你怎麼可以做呢？以後怎麼讓世紅去跟崇山交代？沒關係，我特別能幹，我特別愛幹活。平兒，你怎麼又在那兒偷懶啊？二娘，您怎麼在這兒？你住嘴！明明是你在偷懶，這些活應該是你幹的，怎麼能讓六六小姐做呢？去，幹活去。六六走，我帶你去買風箏。夫人，六六小姐，我要是幹完手上的活，我能跟你們一塊去玩嗎？好啊，夫人，我們帶平兒一起去吧。隨便你吧。六六，你快來看啊！夫人，這是喬兒最喜歡的蓮花燈。平兒呢？平兒，來，趕緊過來。喬兒，送給你。姐姐，你愣着幹嘛呀？過來呀！平兒，你先看着夫人，我去就來。小姐。六，真的是你嗎？大娘，你沒事吧？沒事。大娘，給。謝謝。對了，大娘，您剛才有沒有看到一個姑娘20出頭，長得眉清目秀，還挺機靈的？對不起，恐怕我幫不上你的忙，我看不見。大娘對不起，我不知道您看不見。沒事。謝謝。
我看不見。刚才那個線種明明是放風箏用的，為什麼眼睛瞎了還可以放風箏呢？夫人，你去哪兒了？夫人，你去哪兒了呀？平儿，夫人，平儿，你怎麼了？大娘呢？小姐，你可回来了。夫人她不见了，刚才你走了之后，天上就掉了一个凤凰风筝，然后夫人就以为是六六小姐之前放的那个风筝，然后她就去追了，然后这个时候过来一辆马车，我差点被绊倒了，一轉眼夫人她就不見了。好了，你先別哭了，咱們趕緊去找吧。哦，二娘，夫人，二娘，夫人，二娘，风筝吹呀吹，把六六帶回家。風箏吹呀吹，把喬兒帶回家。風箏吹呀吹，把六六帶回家。風箏吹呀吹，把喬兒帶回家。風箏吹呀吹，把六六帶回家。風箏吹呀吹，把六六帶回家。我念了那麼多次，你都沒錢打賞，你騙人！我們不念了。哼！風箏吹呀吹，不帶喬兒，不帶六六回家。你們說錯了，應該是風箏吹呀吹，帶喬兒回家，帶六六回家。就不，這個瘋女人騙我們，沒錢打賞我們。瘋女人，一定要帶六六回家，要帶喬兒回家，要帶。瘋女人，不帶喬兒，不帶六六回家。風箏吹呀吹，不帶喬兒，不帶六六回家。要帶我女兒回家，要帶六六回家。如果你們說不帶的話，明年說就沒有用了。我求求你們了，我求你們要帶她回家，我給你跪下了，我求你們了。不帶六六回家，要帶她回家，要帶她回家，帶她回家，我給你們磕頭了，要帶她回家，我求求你們了。風箏吹呀吹，要帶喬兒回家，夫人要帶六六回家。走開，夫人，快起來！夫人，黃大媽，二娘，平兒，他們剛才說不要六六回家，不要喬兒回家，我要讓你去把他們找回來。我要喬兒平安，我要六六回來跟我一塊放風箏，我要和他們一塊彈琴，我要叫他們把琴彈回，把他們找回來。二娘，你不要這樣，我答應你把六六找回來，好嗎？好不好？找回來，都要找回來，兩個都要回來。我答應你，一定把他們找回來。看你還敢不敢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叫你們照顧夫人，居然讓夫人在外邊給小兒子欺負，你這……爹，平兒真的是很用心的在照顧二娘，這次是個意外，她是無心的。意外？當年喬兒失蹤的意外，你還沒吸取教訓？這次要不是你把六六給氣走，你二娘會發生今天的事情。給我跪下！跪下！自身難保，還替平兒求情。是，一切都是我的錯。大小姐，請爹處罰。那就別怪你爹無情了。是。
哎呦，大小姐，疼吧？不疼，你别哭了，好不好？都怪那个该死的凤凰风筝，它突然间飞过来，把夫人给引开了，我想追都追不上。凤凰风筝？为什么有人放跟六六一样的凤凰风筝，把二娘给引开呢？明明就是你的错，你还有脸怪风筝啊你！我没有，不是故意的。你别饭不熟怪锅漏了，说什么呀你还啊？我不知道你。好了，王大妈，别再骂平儿了，我累了，想休息了，你们先回房吧。是。大小姐，其实六六小姐能够回到周家，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，你也不要太自责了。如爹所说，相对于这16年来乔儿一个人在外面受的苦，可是这个乔儿，大小姐，冠军自知身份地位，不过有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，还是要问大小姐。你是想問我為什麼不肯相信六六就是喬兒嗎？其實我也說不準，可能是一種感覺吧。我跟喬兒相處的5年裡面，雖然感情不太好，但是姐妹之間總是有種獨有的感應。可是我在六六身上就找不到這種特有的感應。可是已經相隔了16年，一個人的感覺會改變的。也許吧，可能是我現在說服不了自己。我想，為了夫人的健康，還是盡快找到六六小姐吧。不管她是真是假，現在我得把她找回來。二娘的身體不好，現在也需要她，所以我不能讓她失望。別過來！我告訴你們，我會詠春。會有？那我們的姑娘你有多厲害？是啊！走！你们要幹什麼？走開！管他什麼，照樣上！來，誰要上？快活一下！過給他們！你們快跑！臭小子，多管閒事！呀！軍哥，包主管！哎呀！哎呀！哦！哎呀！臭郎了，你走这儿了，你等着！哎呦！幸好他們沒追上，剛才真是嚇死我了。現在害怕嗎？那你幹嘛還拉着我的手啊？大小姐，六六小姐，你沒事吧？冠群哥，多謝你今天拔刀相助啊！沒想到你長得這麼斯文，居然還這麼能打。改天我就拜你為師，跟你學武嘍。見笑了。都是你啊，到處亂跑。今天要不是我跟歐總管及時出現，你可一定吃大虧了。哎，我又沒叫你救我。實在不行我就跳下去唄。你……哎，大小姐，不要意氣用事。算了算了，不要說了，趕緊回家吧。等會兒，我可沒說我要回家。你到底想要怎麼樣？你也知道的呀，我在周家的時候啊，搞得人家一下子懷疑我是冒名頂替，一下子懷疑我居心叵測。像我這種在外面長大的小野貓啊，天天自由自在無拘無束慣了，突然當成富貴貓來養，還要規矩那麼多，我怕我會憋出病來的。我請你不要再耍小脾氣，再任性了好不好？你是在求我嗎？是，我是在求你。二娘要我帶你回家，我不能讓她失望。你在說什麼呀？我聽不見。
誰在求誰啊？我請你跟我回家好嗎？哎呀，这真是我認識你以來聽到的最動聽的一句話呀！可以啊，不過呢，我還是有條件的。你還要跟我談條件？那當然了，不行嗎？你周大小姐辦事素來精明，我怕我不跟你談好條件，我會吃虧的。你要是不願意跟我談的話呢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說吧。第一，不要逼我遵守周家的任何規矩，不要管我什麼時候起床，什麼時候睡覺，什麼時候吃飯。第二，我就喜歡拿手吃東西，你不許說三道四的。那都是爹一向的規矩，又不是我的意思。我不管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還有，对啊，才一两個條件我就回家，我六六豈不是很沒面子啊？好，你說。第三，不要明裡暗裡嘲笑我不認字，對我說話的時候啊，不要拐彎抹角的，不然我聽不懂。還有啊，不要逼我讀書寫字，我可不遵守任何門禁，我要想什麼時候出周家就什麼時候出周家。你不用再說了，我通通都答應。真的？真的，我周玉琴說話一向一諾千金。他有疤痕，难道之前是我的錯覺？哎，怎麼了？没什麼。哼。六六，爹，六六，我想死你了。哎呀，欧总管找人通知我說你和玉琴在碼頭遇到麻煩了，得趕緊帶人來了。你回來就好了，以後別再亂跑了。我剛才差一點迷路了，幸好有大姐跟冠群哥幫助我。爹，你以後別再凶我了，難道我這個女兒還比不上一條裙褂嗎？哎呀，那是你大娘的遺物，爹也是一時情急才罵你的，以後不會了啊。別再跑了，這幾天把爹都急死了。爹，我想死你跟娘了，我真的好想回家。剛才如果你要不來接我，我也打算自己回家。現在回家啊。風啊，快把我的喬兒吹回來吧。還有六六，最近我認識了一個女孩子，她叫六六，她很可愛，帶我去放風箏。可是不知道為什麼，好幾天她都沒有來。她是不是讓我給嚇跑了呢？六六，你娘每次睡醒就把昨天的事情給忘了，可自從你回來這幾天呢，她什麼都記起來了。這真是天性使然，血濃於水。你這次是來幫她的，以後不許再離家出走了，別讓你娘再傷心了。夫人。六六，你回來了。我們找了你好幾天了，你都去哪兒了？我去放風筝了。放風箏也不帶我去。不是，那個我。六六小姐不是去放風筝，是去修補破風箏了。對，沒錯。那修好了沒有？修好了，過2天天氣好的時候呢，我就可以跟夫人一起去放風箏了。那太好了，以後我們可以每天都去放風箏了。每天啊，能換點新鮮的嗎？哎，這古箏還挺氣派的啊。你喜歡嗎？這是世紅送給我的，是明朝的古董。六六，你看，你一回來，他連我送給他的琴他都記得了，你的功勞最大。六六，你彈一句給我聽吧。以前喬兒就是不愛學琴，只學了1句半句的就半途而廢了。你真的要我彈？那我開始彈嘍。你怎麼會彈這個曲子？其實我也不會彈，就是聽夫人彈過吧，我就記住了。來，我來教你。
你总算做了件好事。照片，神秘女人，密室，群挂，这中间有什麼關係呢？和六六之間有沒有什麼糾葛呢？誰呀？是我，六六。被遺棄的。幸好你還沒睡，我泡了上等的鐵觀音，特地拿給姐姐的。你知不知道，這個鐵觀音啊，有清熱降火、抵抗衰老的功效，特別適合這個氣急敗壞、雞飛狗跳的你。我累了，說，到底想幹什麼？我是特意來道謝的，謝謝你今天救了我。說實話，我今天看到你奮不顧身救我的時候，我真的覺得挺意外的。如果我是你啊，我肯定會把那個討厭的死六六一腳踢到水裡面，然後呢，就說是那幫綁匪幹的唄。這樣的話就神不知鬼不覺了，一了百了。你，沒準下次我會考慮一下。機不可失。恐怕你下次就沒機會了。不過呢，你這次沒那麼做，我覺得你應該挺好的吧。但是你為什麼要裝冷漠呢？難道是為了保護自己？我沒有你想象中那麼好，我只是不想讓爹和二娘不開心。他們如果不開心，我就沒有好日子過。我都是為了我自己。你對我來說沒有那麼重要。別總是往自己臉上貼金。哼，還嘴硬。不管你是怎麼看你自己，不過呢，現在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經有了改觀。你既然連一個毫不相干的人都能救，那你怎麼可能讓你的妹妹走失呢？所以，我為我今天說的話鄭重道歉。想不到你也有這麼認真的一面。哼，哎，我這個人啊，雖然尖酸刻薄，不學無術，可是我還是分得清是非黑白的。有些事情錯了就是錯了，也不可能當作沒有發生啊。所以呢，這杯茶是我特意獻給姐姐你的，你喝不喝沒關係，不過我只求個心安。醜話先說在前頭，我現在還沒有真正的認定你是我的妹妹喬兒，所以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傷害我爹和二娘，尤其是二娘，她是有病的，難得她這麼喜歡你，我暫時不去追究你是真是假，但是你好好對她，如果被我發現你傷害了她，我絕對不會放過你。說得很清楚，我明白了。還有，在我沒有完全認定你是喬兒之前，私底下可不可以不要叫我姐姐？我覺得有點奇怪。喂，你明明比我大，難道還讓我叫你妹妹啊？而且我都沒有叫你賣毒藥的黑心女人，就已經很不錯了，你該高興的阿彌陀佛才是。就別那麼臭美，別那麼計較了啊！我走了，不送了。謝謝你姐姐，做個好夢哦，晚安。莫名其妙。這次不是有事在身，崇山一定能及時回來，恭賀大師兄和小女安喬團聚。三師弟，這一年來你忙於四處奔波，風塵僕僕，不會是你的萬靈堂出什麼問題了吧？啊？真是沒有什麼事情能瞞過大師兄。政局動盪，各地藥材坐地起價，生意大不如從前。如果數目不大，大師兄就幫你吧。多謝大師兄，崇山能夠度過這次難關，絕對是大師兄的恩澤。崇山敬大師兄一杯。來，林丹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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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等我呀，等等我呀，林丹小姐，哎，林丹小姐，林丹小姐，等等，林丹小姐，等等我呀，林丹小姐，等等呀，林丹小姐，等等我呀，林丹小姐，慢着，林丹小姐。林丹小姐，
哎，林大小姐，哎，慢着。我来，让我来。林丹小姐，林丹小姐，你不是说过，把你送到信和堂，就会给我们一个吻吗？是不是？飞吻也是吻啊。小梅，我们走。是。哎，林丹小姐，林丹小姐，那我们3位当中，你到底是选中哪一位呢？你们3位啊，我谁都不能选。我现在要进去找我的 darling，OK？ 哎，林丹小姐，别走啊！林丹小姐，林丹小姐，林丹小姐，你们不能进去！雨晴姐，林丹，你怎么回来啦？雨晴姐，你什么时候从英国回来的？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去接你啊！哎呀，所有人我都没告诉的。我之所以没有告訴大家呢，就是給所有人一個 surprise 啊！哎呀，就是驚喜嘛！我看呀，你不是要給我們驚喜，是要給你的天齊哥驚喜吧？你說什麼呢，雨晴姐？哎呀，林丹，你真是越來越漂亮了，看來在英國念書還不太辛苦。我當然不辛苦了，你了解我的。來，我們進去坐下來慢慢聊。小豆子，上茶。哎，怎麼樣？萬大叔他還好嗎？我昨天乘船到天津，然後呢坐火車，剛剛到這兒我就來找你了。我還沒來得及去拜見我爹呢。你呀，真是太不孝順了，回來應該先去看你爹呀。哎呀，我爹這幾十年天天忙着打理萬靈堂的生意，他哪有閒工夫管我呀？再說了，我也不像玉琴姐這麼有本事，我跟我們天齊哥一樣，都是熱愛藝術的人，所以我們沒本事的人呢，就不去瞎摻和，我才沒有去打擾他呀。你呀，說話的口氣跟你天齊哥一模一樣，你們倆真是天生的一對兒。哪有啊，玉琴姐。再找你的天齊哥吧。沒有，不過天齊哥呢？他呀，去北平了，看話劇去了。那他有沒有說什麼時候回來呢？他就是什麼事情都不告訴家裡人，所以爹才那麼不開心。天齊哥就是這個樣子，他一旦迷上什麼事情啊，就無法自拔了。看來這天底下就只有你最了解天齊了。玉琴姐，你別笑人家了。哎，對了，有個人托我把一樣東西交給你哦。還有什麼東西啊？哎呀，好精緻啊！玉琪，雖然你我相隔兩地，但思念之情從未減退。送上這副望遠鏡，希望能開闊你的視野，讓你看得更廣更遠。也希望你我可以看上同一片天空，拉近大家的距離，相遇永成。說的什麼呀？你在哪兒看到永成的？我跟永成哥呢，在天津有過一面之緣。哎，他現在生意做得好大呀，而且跟好多外國人打交道呢。如果呀，他能順利的把他大哥打下去，當上戴家的大當家的話，那就可以名正言順的來提親了。到時候你爹不會逼着他入贅，你就不用左3年右3年的等着他了。你呀，回家跟你爹說話可得小心點，別讓我爹知道，不然到時候我跟永成可就慘了。哎呀，我知道嘛，我爹不就是你爹的一個小跟屁蟲師弟嗎？他什麼話都跟你爹說的。不過你放心，我林丹絕對是站在玉琴姐這邊的。好了，別說這些了。什麼時候你跟你爹來我家，我給你接風洗塵。
这是可以，不过呢，我想，那个什么，你呀，在你的心里头只有你的天齐哥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有急事，我要先走了。哎，小豆子送客。哎。姑娘，大慈大悲啊，施舍个发财钱儿，姑娘，求求你了，我已经3天3夜没吃了。快去买点东西吃吧。哎呀，上天保佑啊！希望小姐你阖家平安，寿与天齊，吉祥如意，小梅，福寿安康啊！够了，祝福够了，老伯您请回吧。小姐，我看你今天必遇故人啊！老伯伯，你看，我们已经给你很多钱了，做人不能太贪心，不能再要喽。小姐，请留步，你别看我这个老头背又驼，眼又蒙的，我比谁都清楚。你5岁的时候，喜欢的一件洋装被狗咬破了，你哭了1天1夜。8岁的时候，为了看魚掉進了池塘裡。10歲的時候放風箏，還摔傷了腳。老伯，你是怎麼知道的呢？因為我是大仙。可是我是從西洋回來的，我從來都不相信什麼江湖術士。我看你就是在我們家門口乞討，從小看着我長大的，對不對？怎麼裙子打結了呢？難道是……萬靈丹。咦？天齊哥，天齊哥，哎呀，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六六才學了幾天，能有這樣的表現，已經很不錯了。對，六六得到夫人真傳，真是可喜可賀。獻醜了。對了，夫人教過六六，受人恩惠千年記。六六呢，也沒什麼可回報的。這個呀，是我親手做的，送給您了。是隻燕子，上面還有詩。我雖然沒讀過什麼書，不過總聽人念詩。這首詩我聽了特別有感覺，所以就挑了幾句送給二位。翩翩雄與雌，銜泥兩船間，一巢生4兒。一旦羽翼成，引上庭樹枝。舉翅不回顧，隨風四散飛。雌雄空中鳴，聲盡呼不歸，卻入空巢裡，啁啾整夜悲。父母恩，勝萬金，落葉歸根，鳥倦知還。六六知道，喬兒真的好想跟二位團聚，侍奉二位，補償過去，報答親恩。如果六六真的是我的喬兒，那該多好。其實我可惜天意弄人，我的喬兒雖然羽翼未豐，卻已經隨風四散飛了。就怪那玉琴，我的喬兒，你在哪兒？娘很掛念你。夫人，
咱们的喬兒，我很累了，我要回房休息了。我们改天再聊。夫人慢走。哎呦，都是我不好，对不起啊，害娘不开心。其實你娘的病情一直都是反反复复的，不要介意。对，娘一定會認得女兒的。如果你是安喬，二娘早晚都會把你認出來的。時間可以見證一切。沒錯啊，等娘認得我了，我一定會勸她，千萬不要責怪你當年把我弄丟的事情。你就放心好了，我的好姐姐。爹，我在家裡待的都快發霉了，要不然你明天帶我去信和堂走走。哎，信和堂是做生意的地方，可容不得你鬧着玩。我只是想去了解一下爹是怎麼辛苦工作的，想了解一下爹呢一手創立的信和堂。好，明天就帶你去走走。哇，謝謝爹，爹萬歲！哎，你這個放哪兒啊？哎，哦，等等啊！哇，天齊哥，你知道嗎？短短這1年時間，我沒有見到你啊！你的這個化妝技術，居然修煉到如此爐火純青之地步！哎，你知道嗎？你剛才你扮成的那個老頭，我真的沒有認出來你，你知道嗎？要成功扮演一個角色啊，絕對不是單靠表面化妝，而是要靠內心深處更深層次的演技。哎，我跟你說句實話，這段時間我碰到了一個高人，他在我的演技上給了我很大很大的啟發。但是呢，我相信以天齊哥的天資聰明，不需要高人也能達到完美的演技。沒有，他真的演得很好，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簡直就是爐火純青，收放自如。改天我介紹給你認識，你一定會喜歡他。好吧，哎，咱們先別說這些沒有用的了，我給你看樣東西。什麼呀？看看就知道了。哇，這你畫的？天齊哥，你喜歡這個禮物嗎？傻丫頭，就算你什麼都不送也行。不過你這些畫畫的，哎，那你是說我畫的不好了？你要是說畫的不好，你就不要說了。沒有，我覺得你畫的太棒了。這本畫集呀，是你從小到大送給我的最有意義的禮物。I like it。真的嗎？嗯。哎，正好我要問你個事。我在國外1年多，給你寫了10幾封信，可是你呢？你這個懶豬，你只給我回了1、2封。哎呀，劇社的事太忙了，我給你還回了1、2封，我給我姐1封都沒回。這就對了，怪不得玉琴姐讓我寫信勸勸你。你見我姐了？你找她幹什麼？人家一回來就急不可待的去找你啊。可是有的人呢，過其門而不入，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？這個事情要是讓周大伯知道的話，不知道會怎麼樣哦。我就是不想跟爹吵架，所以才隱瞞了我隨劇社回來的事。其實吧，這次我來啊，是找你有事相求。那我就說你啊，沒事你是不會來找我的嘛，你一定是有事的嘛。哼，原來是我自作多情。好妹妹，你就別逗我了。你說哥哥現在有難，你這個做妹妹的能袖手旁觀嗎？你肯定不會。說吧，什麼事？我想要一些洋裝。你也知道，像我們這種小型的劇社吧，資金肯定是不夠的。我看這兒也沒什麼好洋裝，我想來想去吧，還是我妹妹會支持我，對不對？天齊哥的問題就是我靈丹的問題，
No problem。好，够意思，够豪爽。来，这儿。老爷，老爷您回来啦！糟糕，要是你爹看见我在这儿，还不跟我爹说啊！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你现在出去不是正好撞上他吗？那怎么办？躲起来。哎，对。哎，天启哥。哎，对，别跟你爹说我在这儿啊！快！干嘛神神秘秘的？是小姐回来了吗？哎呀，你这个丫头真不孝，回来了都不通知爹一声。还是街坊跑来告诉我你回来了，你让爹的面子往哪儿搁？爹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哦。送你到国外1年了，一点都没有变，做事毫无计划，随心所欲，知不知道爹有多想你啊？我也是怕回来耽误爹的工作嘛，所以就直接回家了。好了，你也玩够了，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就哪儿都不许去了。告訴你，孫大將軍過幾個月會來跟我談筆大生意，他對你印象不錯，到時候你得好好幫爹招待他。還有啊，包市長的公子見過你從英國寄回來的照片，對你很有好感，爹準備安排你們見面。爹，你怎麼還是這個樣子，一點都沒有變呀？你老是幫人家亂點親家，這話成何體統啊？女孩子不嫁人成嗎？現在時代不同了，你不要想着以什麼父母之命困着我啊！我現在我要爭取婚姻自由，人生自由。爹真後悔讓你去了英國，我以前的乖巧聽話的女兒到哪兒去了？爹，我覺得吧是這樣的，如果你呢不提讓她反感的事情，那個乖女兒很快就回來啦。算了，你舟車勞頓也累了，好好休息一下。有什麼話，明天再說吧。爹，早點休息。林丹，你太棒了！你敢頂撞你父親，爭取自由戀愛，我覺得你就是當代女性的新代表。其實這個也沒什麼，是你教我的呀。你不是說我要像朱麗葉一樣勇敢地爭取自己的愛情？話說回來，那人是誰啊？誰是誰啊？你不是已經有心上人了嗎？在英國認識的。你怎麼那麼關心我的那個人是誰啊？那就是在天津認識的。也不是，那個人在我12歲的時候就已經住進我心裡了。12歲，你的自由愛情也來得太早了，哇，哥哥落後了，佩服。簡直是對牛彈琴。你說什麼？啊，我是說那些衣服你還要不要了？我要。要拉倒。我要，我全部都要。可是就這麼一點啊，還有嗎？Thank you。哎，小茹，哎，偉才、小明，你們過來看，我幫我們的朱麗葉借了好多漂亮洋裝回來。你們是幹嘛？誰讓你們搬的？閃開！欠債沒錢還，還不讓搬東西啊？這怎麼回事？債主讓人來搬東西抵債呀。房東來信了，限令我們3天之內就得搬走。哎，香茹怎麼樣了？哎呀，團長他已經走了。團長他3天前就被他們家老爺子押上了火車，南下做生意去了。
那一直資助我們的那個白先生呢？之前我去過他們家，還到他的私人俱樂部去求他，他都不願意跟我見面。要不我再去找找白先生。請喝酒。请。白先生，你是万重山？我所認識的萬重山先生，可不是你這樣乳臭未乾的小子。對不起，白先生，如果我不遞上萬先生的名片，估計你也不會見我了。我是秋風劇社的社員，現在我們的劇社遇到了很大的困難。這件事情跟我沒有關係。白先生，當初您資助我們，不就是想讓我們年輕人薪火相傳，利用文明戲來喚醒國人，追求自由、平等而奮鬥嗎？我可沒興趣陪你們再花錢玩。把他給我扔出去！回院長，回！怎麼了，小齊？偉才，來！哎，世人真是太可笑，錯把無顏當美貌，裡面個個是騙銷，騙光了你的小金瑤。騙了錢還說好，好，一沒錢讓你趕快跑，勸君千萬莫中套，莫中套。偉才，哎，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爹，是这兒嗎？对，到了。老板啊，大小姐、三小姐，请。老板好。老板好。大家听好了，这是三小姐第一次正式到我們信和堂，你們千萬不能夠怠慢她，知道嗎？知道了。正所謂呢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，我跟大家是不打不相識。今天呢，我是特意來看望大家的，以前有什麼不快的都忘掉吧。我今天帶了好多禮物過來，那就勞煩歐總管替我分給大家。那我就代信和堂上下謝過三小姐的一番心意了。謝謝三小姐。來，六六這丫頭看上去粗枝大葉，卻一點也不簡單，一到信和堂就開始收買人心。爹，你先忙你的吧，我到處走走看看就行了。啊，冠群，你幫我招呼六六。好，我看看這個月的賬。是。大家去忙吧。是，來，我們把這個分了吧。謝謝。這信和堂果然是不同凡響啊，少說工人也有10來個吧。三小姐，你現在看到的只是店面售藥、坐堂大夫和待客煎藥的部分，後堂還有廂房留醫，後院還有種藥、曬藥、研藥、合成藥包、煉丹制膏等工作。要是再加上採藥和貨倉儲存的話，上下員工加起來得過百。過百啊？哦。怎麼樣？三小姐真棒。哎。那。枳實16枚，芍藥6分，桔梗2分，上3味，楚為散，日一服。桂枝堂方。桂枝3兩，甘草3兩，芍藥3兩，生薑3兩，紅棗12枚。爹，你懂這些藥方？不懂，不過我聽家二幺叔吩咐小豆子抓藥，所以我就記住了。東家，三小姐天資聰穎，過目不忘，真讓大家佩服啊！還有哪裡，你們才讓我佩服呢！這個百子櫃上一個藥名都沒有。二幺叔、小豆子、孫秀才對裡面的藥材簡直是了如指掌啊！還有李掌櫃，您這手簡直是神手啊！這一抓一個準啊！2兩就2兩，3兩就3兩。還有林大夫、張大夫、尹大夫，你們都是神醫啊！在世華佗，有病醫病，無病醫心啊！簡直是我見過的最優秀的醫館。好了，大家都休息夠了，該去幹活了。去吧。六六啊，如果你對藥材也有興趣，可以教你。真的嗎？哎呀，今天不行，我約了77。誰是77？就是我新認識的一個朋友啊。
哎呀，不说了，我要走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叫老蔡送你啊，不用不用。那让马车送你去。不用了，爹，您放心好了，我走了，走了。看来只要有他在，我就只能唱黑脸成母夜叉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倒觉得三小姐只不过是闹着玩的，你不用担心，她不会有什么居心的。你总是能看透我的心事，因为你太在乎周家了。哎，小琪在吗？他……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哎呀，出来！你不说你的梦想就是演一回朱丽叶吗？你不说你的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吗？你怎么可以临阵脱逃呢？啊！小七，我真的不许找借口！你看我这样怎么演呢？亮亮来了，哎呀，没關係，你看你這樣多好看，你習慣就好了，讓人看見多不好意思。你們兩個怎麼跟拉老牛一樣，那麼費勁啊？沒辦法，這是咱們秋風劇社的最後一場告別演出，我們不能失場的。告別演出？什麼告別演出啊？就是最後一場，最後一次演出了。為什麼呀？沒經費了。那倒是挺可惜的。我們要貫徹始終啊。雖然我們這一次只賣了10張票出去，加上你那張還是送的，可是我們絕對不能對觀眾失信。那倒是。哎呀，折騰死我了！偉才，哎，偉才，又跑了。我跟你說啊，你別給我躲着，說好了的，過來。我告訴你啊，我們就做最後的排練，認認真真的給我演。不是，我真演不了了，這戲份太緊了。我背好的台詞只能收不能放，我是真演不了了，真演不了了。那怎麼辦呀？哎，不如讓祥如來演吧。我更不行，我台詞記不住，感情只能放不能收。那你們說怎麼辦吧？現在還有誰能記得住台詞，而且有收放自如的演技？說，誰？看我幹嘛？我嘴上吃的臭豆腐沒擦乾淨嗎？就你了！我？哎，這個做洋裝的人也太會偷工減料了吧，連里子都沒有，還是咱們旗袍做得好，哈。哎，你們看我穿這個好看嗎？啊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那個，這是我羅密歐啊。這個是我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新改編的劇本，你看看。我不認字兒，要不然你念吧，你念出來我就能記住了。行，我念啊。那個，這個第一場，維羅納廣場，那個羅密歐在等待朱麗葉。小姐出來。走。去哪兒啊？爹，老爺。哎，爹，你不是說要去藥店驗藥嗎？本來是的，掌櫃通知，藥材晚一點到。你打扮得這麼漂亮，要去哪兒？啊，我是要和小梅去咖啡店喝咖啡。這頂帽子是誰的？對呀，這頂帽子是誰的？在你房間發現的。你竟然帶男人回家鬼混！我沒有啊。這頂帽子怎麼會跑到你的房間？就算你再自由放任，也不該把男人帶回家鬼混。這種事情傳出去，哪個少爺還敢要你？你叫爹的臉往哪兒擱？
我真没有，不是我。哦，这个帽子是天琪的，那天他来过。他回来了？怎么没听你周大伯说过？哎呀，爹，他不想让他爹知道他回来了吗？他找你干什么？他们剧社要演出，他管我借演出服啊。这顶帽子是他给我做参考用的。原来你对他……爹，你骗誰都行，就是騙不了爹。爹，你說什麼呢？哼，雖然這麼多年，不管爹怎麼安排，你身邊的男孩就像走馬觀花似的，可你一個都看不上。你就是死心眼兒，認定了誰，這輩子都不會變。那爹呢？爹是不是也是這樣啊？自己喜歡的就要爭取，來，跟爹來。哎，怎麼還不出來？六六，給你了。我害怕。你怕什麼？我怕忘詞兒。你過目不忘，你不會的。用力呼吸。好，來，走。哎，出來。羅密歐，難道上天注定我們要彼此仇視？我們不能相愛嗎？我們的父母，我們的家族，上一輩的恩怨，讓我們只能相見，卻不能相愛。今晚就當是我們最後的見面吧。愛情是如此的苦，我真希望從未釋放過我的真愛，在那個面具舞會上，從未摘下過自保的面具，從未遇見過你。朱莉，你別走。周天琪，你給我滾下來！爹，你爹？六六，你是六六？你怎麼和天琪在一起啊？混賬！混賬！姐，憑什麼爹說六六是喬兒，他就是喬兒？我想多問他兩句，他就發火不讓我問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到底搞清楚、搞明白沒有？那個六六就是有本事讓爹相信，我有什麼辦法？那六六他自己不是也說不清、記不清自己的身世嗎？那說不定他那個玉佩是哪兒撿來的呢？那爹手上的疤痕呢？這是你我都不曾見過的，為什麼他會知道？那說不定，天琪，我知道你對這件事情也充滿了疑問，但是現在那個六六，他說什麼爹就相信什麼，沒準兒他有什麼居心呢？不會，六六是個善良單純的人，他不會對爹有什麼居心的。你才認識他幾天，你了解他多少？姐，你對六六一定有誤會。我看啊，你得小心一點，別在爹面前懷疑她不是你妹妹，省得到時候會跟我一樣被爹打入冷宮。我去找六六問個明白。等等，爹正在教訓他，你去打什麼岔啊？對了，你怎麼會跟那個六六去演什麼文明戲，還摟摟抱抱的，差點就把爹給氣瘋了。我們也是碰巧認識的，我們劇社沒錢沒演員，他會演戲，我就請他來幫我演戲。我們只是演戲，而且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他天琪，你就不能聽姐的嗎？多做點正經事行不行？回到雙泉鎮之後，你也不回家，難怪把爹氣的不想跟你多說話。姐，幹嘛呀？你也想跟爹一樣整天說我啊？大娘過世以後，是爹辛苦把咱們養大，
你也该體諒一下爹。他經營這麼大的生意，二娘又有病，已經把他折騰得夠慘了。你呢，作為他唯一的兒子，應該體恤一下他，怎麼能袖手旁觀呢？好了，給姐個面子，去跟爹道歉，再給二娘請個安。聽話，走吧，走。爹，对不起，我让您操心了。你给我跪下！爹，你心里边还有我这个爹吗？念完書就不務正業，去做戲子，搞劇社，還拉着你妹妹自甘墮落。演文明戲是積極向上，不是自甘墮落。你那種文明戲，不就是學洋鬼子念念什麼情情愛愛的肉麻詞兒嗎？你根本就是中了洋鬼子的邪，就連洋鬼子放的屁，你都覺得是香的。爹，您就愛固步自封，盲目的反對新事物。人家西方的醫學、科學、天文學都要比我們先進。你幹嘛？我還沒說完呢。人家的醫學就是道家，內臟出了問題，可以開膛剖腹的做手術，還會接骨縫合。還有人家的盤尼西林、青黴素，都是得到科學證實的。可你看頭只知道門戶之見，不願接納。你個混賬東西！你把你爹跟老祖宗的家業置於何地？你說啊？你說啊！世宏，你幹嘛呢？永成，你回來了。哇，您的琴藝越來越棒了。夫人，糕點準備好了。永成，來吃點點心吧。平兒，給戴少爺沏茶。是。謝謝二娘。謝謝伯母。永成啊，永成這些年都去哪兒了？幹什麼去了？我去……啊，他去天津、北平、上海做外貿生意去了。想來是我和世宏對不起你。對了，你成親了嗎？沒有。啊，你是一個好孩子，人品善良，而且又有志氣。當初是世宏為難你，要你入贅，你跟玉琴是青梅竹馬。你們兩個從外表上來看，的確是非常般配。可是我不喜歡玉琴這個孩子，她這個人啊，心眼太小。平兒，你說是吧？伯母，是。這事兒都過去這麼長時間了，您就別放在心上了。有件事我一直都沒告訴你，其實喬兒她很喜歡你，她很多次跟我哭訴說，是玉琴搶走了她的永成哥。哎，我呢也很喜歡你，如果喬兒還在的話，我真心希望你們兩個能成一對兒。伯母，您別這麼說。只可惜世宏他不喜歡你。其實玉琴她也挺能幹的，如果你真心喜歡他的話，就把他給娶了吧，省得他留在周家，大家都不高興。姐，你別難過了，二娘的精神都錯亂了，她說的話不能當真，別往心裡去了。我明白，她現在精神失常，反而處處說的都是真話。哎，對了，永成哥最近寫信來了嗎？他本來就不常寫信，這幾個月更是沒有收到來信。哎，這永成哥也太不像話了，3年前說要出去闖一闖，一闖就是3年。他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跟你成親。怎麼了？皇帝不急，太監急了。哎，說真的，這麼多年以來，二娘的病時好時壞，總是好不了。爹就應該去找西醫，人家西醫有精神科，專門就是治這種病的。
这句话你可千萬不要讓爹聽見，爹是不相信西醫的。爹就是個老頑固，茅坑裡的石頭，又臭又硬。喂，誰是茅坑裡的石頭啊？六六，說我啊？不是，我沒說你。六六，你是在拿着9宮習字紙練字嗎？哦，對啊，因為我演戲惹爹生氣了，所以我跟他道歉，還自罰1000個字呢，一會兒給他看看。對不起啊，害你被爹罵。哎呀，沒事兒了，因為我們兄妹倆演戲，所以爹才生氣的。不過啊，我們是不知者無罪，有你這個哥哥還挺好的。我也挺高興失而復得你這個妹妹，歡迎你回家。雖然我們是兄妹倆，不過我還可以叫你七七吧？當然可以啊。天琪，怎麼你叫七七了？喂，這可是秘密啊，是我們66、77之間的秘密。對啊，你們小的時候有很多秘密。哎，六六，你還記得小時候玻璃彈珠球藏在這後院的哪裡嗎？哎，就在後院那個山後面的藏寶洞裡頭。記得小時候啊，每次你都找不着。看來六六是不記得了。哎，你不記得了？那個時候我們常常玩的呀，誰先找到寶藏誰就贏了。哎，還挺有意思的。那我們明天早上比一比，看誰起得早，怎麼樣？行，比就比。那我們明天早上就在這兒見，誰要是輸了，誰就被對方差遣一整天。好，一言為定。來，一言為定。時間不早了，我還要給爹看我寫的字呢，我先走了。你為什麼會是我的妹妹？為什麼？既然你是周家的人，從今以後，六六還是六六，而七七不能再是七七了，不能。玉琴，這個送給你。等我走了以後，想我再打開吧。永成，你一個人在外面辦事，千萬要小心。有空記得給我寫信。哎，你漂亮。哎，你的。哎。永成，永成，玉琴，我捨不得你。雖然這次提親失敗了，但我希望你能體諒我。給我3年，3年之內，我一定會闖出名堂來。我一定會堂堂正正的回來找你爹提親。我絕對不會讓你爹看扁了，也絕不讓你再在周家受委屈。相信我，等我回來。無論如何，我只等着你。我的心裡只有你。永成，早點回來！你要早點回來！
永成，3年的期限到了，你除了偶尔给我捎几封信来，唯一送给我的只有这个望远镜了。你是想让我看得更远一些吗？是想暗示我什麼嗎？不管你有沒有混出什麼名堂，在我的眼裡，除了周家，就只有你。我等你。早起的鳥兒有蟲吃，我肯定比它早。早起的蟲兒被鳥吃。對不起，六六小姐，你是第2。你怎麼起那麼早啊？就比我早1步？不是1步。難道你是半夜跑來的？不是半夜，是一夜坐在這兒等天亮。啊，你在這兒待了1整夜？對。為什麼呀？為的就是10成把握贏你。就為了贏我？從小你就刁蠻任性，事事要贏。我和大姐在你身上都吃了很多的苦頭，所以我要教訓你。今天你要聽我的話。沒關係，反正現在的六六已經不是從前的六六了。像七七這麼好的哥哥，肯定是你說1，我不敢說2的。我不止今天聽你的話，我以後天天都聽你的話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沒聽見啊？你不喜歡我這個妹妹啊？不是，妹妹真的是長大了，不是以前的喬兒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我多麼希望你真的不是喬兒？說真的，這段時間經歷的事情起伏太大了，我感覺像是在做夢一樣。也許是上天可憐二娘，把你送回到他身邊。可惜我娘根本就認不出我。因為你變得乖巧聽話了，所以他才認不出你吧。除了我娘，姐姐她也不相信我。姐姐她只是做事比較小心，你得給她點時間。看來現在只有你相信我是你妹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既然我輸了，那你吩咐我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呀？哦，對了，哇，自行車！來，上車！哦！哦！快點！哎，哪邊？往哪邊走？那邊。哪邊？到底哪邊？還是那邊。到底哪邊？那邊。那邊。哎，你還敢來這兒啊？你不怕被爹罵？我挨罵都挨了20年了，我死豬不怕開水燙。死豬！哎，你還要演文明戲嗎？演不下去了，也得有始有終啊！過來跟大家說一聲。偉才、小明、小榮，哎，天琪啊，你回來了，你回來的正好，大家都收拾好了。等會兒金老闆要來驗收貨倉，你看看還有什麼東西要搬走？天啟哥，原來你真的在這兒啊！喂，上次就是你把我爹帶來的吧？你就是上次跟天啟哥一起演那個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的朱麗葉吧？啊，他就是喬兒，你爹應該跟你說了吧？啊，有，我爹說周伯伯剛剛找到他的女兒安喬。喬兒，你還記不記得我就是你萬大叔的女兒萬靈丹啊？
我们小的时候跟天琪哥一起去捉迷藏，你还记不记得？哦，你就是我姐叫我冒充的那个真的万灵丹啊！哎呀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。冒充我？冒充我干什么？我干嘛要告诉你啊？你个奸细！喂，天琪哥，他为什么骂我是奸细啊？喂，我告诉你啊，要不是你带你爹跟我爹来这兒，我哥就不会被我爹罵，這個劇社就不會結束，小明、偉才、祥如他們就不會沒有地方去。哼，我也不知道我爹為什麼會說出去的。天琪哥，你得相信我，就是那天你躲在我房內衣櫃的時候，帽子落在那兒，讓我爹發現了，才會這樣的。哦，原來罪魁禍首是你啊！小時候跟人捉迷藏，長大了就跟人爬上床。什麼呀？喂，你怎麼說話呢？我說錯了嗎？你跟人玩捉迷藏都玩到人家衣櫃裡去了。我錯了行嗎？都是我的錯，你們別吵了。天琪哥，你得好好管管你這個妹妹。她有她的言論自由，你也有你的言論自由，我吧就尊重自由。周天琪，你行。哎，林丹，林丹，林丹。哎，看看，人呢？这，林丹，让一下，姑娘，姑娘。让！住手！哎，你要幹嘛？林丹，過來就看。哎，你幹嘛亂摸啊？實在不好意思，我沒有冒犯的意思。我是西醫，我叫卓威廉，剛從英國回來。我剛才為這位小姐做了一個骨骼檢查，她的骨頭沒有受傷。這樣吧，林丹，扶她上我的車，我的診所就在附近，先把她扶起來，走。喂，你能不能不要在我眼前晃悠啊？護士都說了，萬靈丹已經清醒過來了，沒什麼大礙的。不管怎麼說，靈丹都是因為我才遇上意外。如果沒有看到她康復的樣子，我心裡總是不安。你真是個老好人。靈丹，你沒事吧？周醫生，靈丹的情況怎麼樣？哦，還好，沒有傷及骨骼，只是有些擦傷。我已經為她清洗上藥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還來幹嘛？你不就去管你那個寶貝妹妹嗎？你說什麼呢？有什麼事咱們回家再說好不好？不要在這影響卓醫生診斷。我不回去，我頭痛，心痛，我全身都痛，我要留下來看病。看來他這個病只有你能醫了。那你留下來給他看病，我去看看其他病人。謝謝卓醫生。好難受哦。靈丹，對不起，請原諒。不耍孩子氣了，行嗎？我送你回家。來，我不回家。那你想怎麼樣？我不許你離開我。被一個藏在心底的愛。我是誰？我到底是誰？好久沒有這麼照過鏡子了。到底哪個才是真正的我？師父，您在哪兒？我害怕，好黑呀，我看不到，我害怕。師父，
我来了。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看见我自己啊？其實這都不是真正的你，真實的你是隱藏在千萬個扭曲過的你的背後，讓人看不穿，捉不着，摸不透，外表跟內心完全是兩個人。只有在黑暗中，沒有光源反射的地方，你才能夠看到真正的自己。你說什麼黑暗呢？好深奧哦。這是我的光影人類哲學。你說了半天我都聽不懂，難道這是照妖鏡？挺好玩的哈。這是哈哈鏡，是由凹凸面鏡組合而成的，它能夠讓鏡子前面人的身形產生戲劇性的變化。那人心也可以照出來嗎？如果一個人可以把心藏起來，我想任何一面鏡子應該都照不到吧。我知道了，這個一定是逗小孩玩的吧？本來就是這樣的，可是我不吃藥，我不吃藥。小福啊，我知道你是個乖孩子，乖乖的把藥吃了，吃了藥呢就讓你照哈哈鏡，好不好啊？我不要，我不吃药。哎，小福听話啊。小福，你想不想聽故事啊？如果你乖乖吃藥的話，姐姐就給你講故事，講孫悟空3打白骨精的故事。老孫來嘍，快點吃藥，快點吃藥。好，我吃完藥回來，你會給我講故事嗎？那是當然了，老孫是不會騙你的哦。好，我吃完藥回來，你就給我講孫悟空3打白骨精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，一言為定。哎，來，小福，去吧。周小姐真是冰雪聰明，又善良又有愛心啊。第一呢，我這個人貪小便宜，尖酸刻薄，絕對不是你想象那麼好。第二呢，我叫六六，不要叫我周小姐。第三呢，西醫是不是什麼都治得好啊？林丹，我們倆之間是不可能的。為什麼不可能？你是不是早就有意中人了？那個人是不是你的那個朱麗葉呀？你說什麼呢？你居然把我借給你的衣服借給他穿，你根本就是喜歡他。林丹，你以前不是這樣的，你怎麼現在變得蠻不講理了呢？我都跟你說了很多遍了，六六是我的親妹妹。哈，那我根本就沒有提六六，你就一句一個六六的，你心裡根本就是有鬼。你現在對他越來越好，讓我懷疑他根本就不是你的親妹妹。你別胡鬧了，行嗎？你我之間的事情不要扯上六六。我告訴你，我一直把你當成妹妹，我希望我們之間的關係只是兄妹或是好朋友，並沒有其他的。你不要胡思亂想，好嗎？我先去打電話通知你爹。周天琪，近日不少人盲目推崇西醫西藥，對傳統中醫毫不尊重，並惡意攻擊。我在此向大家朗讀幾段批評文章。中國九流醫藥之學，如堪輿，如醫藥，如星卜。若從其序而觀之，莫不順序。中醫不知科學，既不解人身之構造，復不是藥性之分析，均獨傳染，更無文焉。這些人在報章這樣鞭撻我們中醫，分明是向我們宣戰。哎呀，是啊，周會長，你一定要為我們挽回聲譽啊！對呀，咱們的生意都讓人搶去了。周會長，再這樣下去，恐怕會雪上加霜啊！哎呀，是啊，現在這該怎麼辦呢？大家請放心，我身為會長，一定會擔此重任。對於那些已經中了洋人毒的文人，咱們要小心應對。我認為，找幾位文章好、辯才好、思想正確的人，以襲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以我們中藥業工會的身份去跟他們比戰。上一次日本藥商黑木嫁禍信和堂的手段，我們大家已經吸取了教訓，現在千萬不能夠互相猜疑，
一定要齐心合力，连成一线，以内患，才能抵外忧啊！对呀，说得好。夫人，这位是卓威廉先生，你看他长得这么帅，当然是电影明星喽。你说的是那种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的電影嗎？对呀。哎，那麼他是不是啞巴呀？啊？當然不是了。其實拍電影的時候啊，是有聲音的，但是因為技術的原因沒有加上去，所以呢，我們只能看字幕。原來是這樣啊，那你一定是我們天琪的朋友了。二娘，你終於認出來我是天琪了。我怎麼會不認識你呢？別以為你化了妝演文明戲，二娘就認不出你。你說你這孩子怎麼那麼不聽話，又跑去演戲？萬一讓你爹知道了，他又該生氣，把你送去北平讀書了。你說這離鄉背井的日子多難過呀！二娘，我北平的學業已經結束了，我不用再去北平了。別聽他胡說八道的，他又在給我們演文明戲呢。二娘，威廉先生呢，現在要拍一部電影，他要演一個醫生，他想讓我們幫忙演些其他角色，他好做彩排。哦，對，哎，我跟你說，這個卓先生哈，想讓你扮演他的病人，我呢就是他的護士，讓我演病人。沒錯，有我陪你玩，就像過家家一樣。哎，你們算是選對人了。喬兒小的時候最喜歡讓我陪他玩過家家了。他總是笑我身體不好，總是笑我是個藥罐媽媽。我演病人一定會演得很好。夫人，你一直說自己有病，但是不知道您患的是什麼病，可不可以跟我說的詳細一些？爹，你都辛苦忙碌一整天了，工會的事就別再去想了，好好休息一下，事情明天再想辦法也不遲啊。先告辭了。爹，姐，這位是？哦，這位是英倫留學回來的卓威廉醫生。周老先生，你好。你來我們周家有何事？老爺，三小姐十分孝順，這位卓大夫啊，是三小姐專程請來替夫人治病的。放肆！夫人的病，沒有人比我更清楚該怎麼醫治她。你們這群喝洋墨水的人，不但不飲水思源，還在背後攻擊自家老祖宗的醫術，現在還想利用我的家人羞辱我中藥業，你居心何在啊？周老先生，我看您是誤會了，請聽我解釋。不用解釋。黃大媽，送客。是。卓大夫，請吧。對不起啊，卓醫生。不好意思。沒關係。說，誰出的餿主意？是我出的主意。真的是你？當然了，因為娘病得很重嘛，我很擔心她的病情，想幫上忙。卓醫生啊，醫術又精湛，見多識廣，所以我就……六六，你太自以為是，不分輕重了。二娘的事情，你為什麼不事先跟爹好好商量一下？爹會准許嗎？你說什麼？我就知道是你在背後教壞你妹妹。不是爹，不關二哥的事，都是我的主意。不用替你二哥說好話，他就是這個德行，就是要跟我過不去。爹，你有沒有檢討過？其實是你自己有偏見。如果不找對醫生對症下藥，怎麼治好二娘的病？哥，天琪，我告訴你們，以後沒有我的批准，不許那個姓卓的踏進我們周家一步，也不許替若蘭治病。哼！周雨琪，六六，別胡鬧！姐，對不起。你為什麼要這樣？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。你為什麼要落井下石？我跟二哥都是為了醫好娘的病才請卓醫生的，你難道不想他康復嗎？原來你根本沒有把爹的話聽進去，
我不是落井下石，我只是不希望你们的天真无知被人利用，成为攻击爹和信和堂的陷阱。爹在中药业工会的压力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你们非但不帮助爹顾全大局，反而给他制造麻烦，你们不觉得惭愧吗？对不起姐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信和堂那边发生的事情。二哥，你别听他花言巧语。不瞒你说，他根本就没有把我当做周家三小姐，還三番五次的懷疑我是冒牌貨。上次我在街上碰見你，就是被他逼得離家出走的。我真傻，不過我現在終於明白你為什麼要這樣做。你有話不妨直說，因為你根本就不希望我娘康復。六六，你說什麼呢？姐怎麼會這麼想呢？因為他根本就不想讓我跟我娘相認，不想讓我成為周家三小姐。他知道二哥你痴迷文明系，無心繼承家業，只要我不是周家三小姐，他就可以獨霸爹，獨佔信和堂。你胡說！六六，你別說了，姐不是你想的那種人。難道你沒有聽說過藏心術嗎？有的人為了達到目的，將自己內心隱藏，把自己偽裝成不同的人，讓別人猜不透摸不着，內心跟外表完全兩個樣子。我還從沒有聽過一個人可以如此詳細的解讀藏心術。依我看，真正懂藏心術的人是你。16年前元宵節花燈會的那天晚上，你妹妹我是怎麼走失的，至今還未水落石出。誰才是真正懂藏心術的人，恐怕還言之過早吧。滾！你給我滾！姐，對不起，我們走。走。好了，我们的貨都到齊了。好，小多小滿，把運到的藥材都送回信和堂，動作快點。是。快！哎，少爺到了，快點！少爺，少爺，你怎麼了？放手，不用你們扶。哎呀，少爺，滾開！我自己會走，我只是受了傷，又沒有殘廢，不用你們幫我自己走。大小姐，歐總管，什麼事啊？永成少爺回來了。師傅，再快一點吧，我趕時間。好，知道了。你能再快一點嗎？哎，好。来，我不用你扶，我自己走。永成，周小姐，哎呀，周小姐，永成，周小姐，永成，哎呀，周小姐，我們家少爺真的不在家。永成，雨晴，
你怎么来了？戴伯父，我看见永成回来了，我想见他。你认错人了。不会的，我们信和堂的伙计说在码头看见他了，不会有错的。戴伯父，我求求您了，就让我见见他吧。玉洁，你还是回去吧。永成他有事忙，不在家。哎，伯父，他不在家，那他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要不我在这等他吧。哎呀，我也有很多事情要忙，你还是回去吧。送周小姐。是。戴伯父。周小姐，请。你怎么把鸟放了呢？它还有翅膀，就让它飞吧。我已经不想把它困在这里了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个废人，再怎么走，我也走不出这个宅子。玉琴这孩子，我了解他的个性，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。你这样待他，又何苦呢？老爷，夫人的药已经煎好了。趁热把药给夫人服下去。是。看你这样像什麼樣子，還不快進去換衣服？爹，為什麼？這到底是為什麼？永成他回來了，可是他卻不肯見我，為什麼他要這樣對我？為什麼？永成這小子回來了，他不肯見你，你就自己貼上去，讓人知道了，成何體統？爹，難道您就沒有深愛的人嗎？如果您很久沒有見到他，您知道他回來了，難道第一時間您不會去見他嗎？您知不知道，如果您深愛着一個人，總是見不到他，會是什麼樣的感覺？放肆！我說的是戴永成，你扯其他的幹什麼？我告訴你，這個世界上不止戴永成一個男人。高攀我們周家是抬舉他，他如果不識抬舉，外面很多替補的，你別丟了我周家的臉。哼！為什麼？為什麼？啊，好久。大小姐，別再喝了，酒傷身。心都傷碎了，還怕什麼傷身呢？來，今天我請客，你別客氣，乾杯。大小姐，為什麼？為什麼你們每個人都這樣漠視我？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就因為我是賣花女嗎？爹，你那麼討厭我，當初為什麼讓大娘把我給撿回來？是你們告訴我
把周家当成我自己的家，把你们当成我自己的爹娘。可是为什么有了天琪跟乔儿以后，你们处处看我不順眼？为什麼？大小姐，別這樣。天底下沒有爹娘疼愛的，不止你一個人。有父母的，也許子女是要為他們還債。爹這麼對我，我不怪他，是他把我養大。可是永成他為什麼也要這樣對我？我到底做錯了什麼？大小姐，我們每一個人只能活一次，既然那麼痛苦，為什麼不選擇另外一種方式離開他們？不可能的，信和堂對我恩重如山，爹對我不仁，我不能對他不義，我這一輩子都不可能離開周家。你愛過一個人嗎？你知道愛一個人的滋味嗎？愛一個人就猶如絲線一樣糾纏着你的心，你跑得越快，他纏得越緊。你不懂，你不會懂的。我懂，我當然懂。永成，你不要離開我，你不要丟下我一個人。你就是因為太懂，所以才知道這一切是無法取代的。爹，我好想讓你跟娘開心，可是你們只喜歡六六，我在你們眼裡什麼都不是，我的心好痛，好痛。你放心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你要還你的債，別人也要還他們自己的債。現在沒還，不過是時候還沒到而已。哎，大爺，要車嗎？不用。啊。侯總管，怎麼不喝酒了？大小姐，你都已經喝醉了，咱們該回家了。家？我還有家嗎？我好愛那個家。我知道。可是他們都不愛我。冷，我好冷。你不要走，不要離開我好不好？我已經等了整整3年，為什麼你回來了卻不告訴我？你回來了卻騙我不在家，是不是像爹說的，你開始嫌棄我不是周家親生的大小姐了？你在外面有了別的女人？不可以，你不能這樣對我。我從小就喜歡你，一心一意等了你3年，不可以，永成哥，
永成，永成。真希望我们能一直这样彼此相依，走出自己的路，再也不要为任何人停下来。大小姐，如果你心里难受，哭过今晚就算了。明天醒来后又是新的一天，千万别再为难自己了，知道吗？就算全天下的人都遗棄了你，记住，世界上还有一个关心你、爱護你、永遠不會離開你的人。